手掌心有温度，面团里有祝福。每年农历3月，我们做寿桃，因为农历3月24这一天是慈济的生日。60年前5毛钱的愿，60年后1颗颗的祝福，为慈济祝寿，为众生祈福。每一颗寿桃是祝寿给我们深爱的慈济，是感恩给这一路走来的每一双援手，是祝福给所有需要被拥抱的人，更是一念想让世界更好的心。手做6万颗寿桃，不是数字，是问自己：法入心了吗？手做好事，脚走好路了吗？